创世纪第28章，以撒叫雅各来，甲伊祝福，吩咐伊讲：你毋通带迦南的查某囡仔做某，你随时去米索不达米亚，去恁外公比托利遐，带恁母舅拉班的查某囝做某。愿全能的上帝赐福你，互你的后代加添极其多，正做真多族。愿上帝将伊要互亚伯拉罕的福气赐互你甲你的后代，互你承接你现在寄居的地做产业，就是上帝互亚伯拉罕的地。以撒叫雅各出发，雅各就去米索不达米亚，阿兰人比托利的囝拉班遐。拉班是利比加的兄哥，雅各甲以扫的母舅。以扫佮娶某，以扫看到以撒甲雅各祝福，叫伊去米索不达米亚对遐娶某。佮听到以撒祝福雅各的时，吩咐伊毋通甲迦南的查某囡仔结婚。佮看到雅各听爸母的话去米索不达米亚，就知伊的老爸以撒无介意伊带迦南的查某囡仔做某。以扫就去以实玛利遐，伫伊遐的某以外，佮带马哈拉。马哈拉是亚伯拉罕的囝以实玛利的查某囝，尼拜约的小妹。雅各伫伯特利的梦，雅各离开别是巴，要去哈兰，到一个所在，因为日落，就伫遐歇眠。伊摕一块石头做枕头，伫遐困。伊梦见有一个腿踩伫地呢，腿的顶面拄天，有上帝的使者伫腿呢起起落落。迄时，上主徛伫腿顶，讲：我是上主，你的阿公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嘛是以撒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困的地赏赐你甲你的后代，你的后代会亲像地上的土沙遐尼多，你会往东西南北发展，地上万族会因为你甲你的后代得到福气。你无论去倒位，我要甲你同在，保护你，嘛要带你倒来这个所在，拢袂放杀你。直到我实现对你讲的应允。雅各对面梦醒起来，就讲：上主真正伫遮，我竟然毋知。伊真惊，讲：这个所在有够可怕，这真正是上帝的厝，是天的门。雅各透早起来，将伊做枕头的石裁做条，佮倒油伫迄顶面。伊甲迄个所在号做伯特利，这个城本来叫做罗斯。雅各下愿讲：上帝若甲我同在，一路保护我，佮互我有米通食，有衫通穿，互我平安倒来阮老爸的厝，我就尊上主你做我的上帝。我裁起来做条这块石头，要做上帝的厝。所有你赏赐我的，我一定要献10%互你。